各位电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啊，要同大家來分享咖啡。大家會知道，咖啡用緊講咖啡咯，啊，唔過基本嘅愛講嘅咖啡，大家可能會知道，有一些咧上分，一種無乜嘅壽司，同平常時食嘅咖啡有啲會無共樣哦。係乜嘅咖啡咯？就係土耳其咖啡。土耳其嘅咖啡，真係啊！土耳其嘅咖啡同平常時食嘅咖啡有乜嘅無共樣咯？今日嘅節目當中就要嚟同大家嚟講哦。細細格格先來分享，今日嘅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吳總經分享。大家好，我係吳總經，今日真歡喜來到呀，同大家介紹我嘅土耳其咖啡。哦，分享對頭髮來嘅頭髮來嘅總經嘛，對不對？對。來同大家來分享家嘅土耳其咖啡。一開始就有講到呀，土耳其咖啡是對人來講有一點點沒有這麼熟悉的。那覺得非常好奇，怎麼跟你想要來做呀土耳其咖啡？啊，唔過講呀，以前先來講，你開嘅呀間店嘅名誒，你的店的名字很特別，叫登陸土星。對，這個名字也蠻奇特的感覺，有種奇幻的感覺。怎麼該會想要取這個名字啊？哦，當初要創立這個品牌的時候，就想要給大家一種不一樣的感覺，很奇幻的感覺。對，因為本身也是做精品咖啡以及做文創產業出身，所以就希望說，覺得其實做文創產業做很長一段時間了之後，發現大家的東西都跳脫不出，就是可能會模仿，可能會像就是不要說抄襲啦，就是模仿來模仿去的，所以會希望說我們可以從那個根本的這個文化底蘊裡面去做出與眾不同的事情，所以就想要讓大家有一種哇，很奇幻、很科幻的感覺，去做我的品牌名稱。對，然後加上我們是做土耳其咖啡嘛，然後就想要，對，就想要很有那種retro future 的感覺，這樣子，復古未來的感覺，這樣子，對，然後就是想要做科幻的感覺，所以就叫做登陸土星這樣子。對。那其實這個登陸土星啊，我覺得應該有你個人對於這個咖啡的解讀，或者是他想象在裡面，對不對？對。那其實土星它在這個星象學來講的話，它是一個氣體行星，然後它是沒辦法登陸的。等一下，現在是在上地科課，是不是？土星是氣態的行星，對，沒辦法登陸。對，所以就更有一種以這個星這個地科的這種感覺來講，就有點像是說，哇，我們進入到了一個我們達成一件很像科學上來講不太可能達成的事情這樣子。然後另外一方面，那個土星其實也有一個意涵，就是說你人生的課題。對，那每個人就有自己人生的課題，然後你去面對你自己人生課題，然後你登陸土星就如同你去克服它，去面對它，去完成它，這樣子。感覺你開這一間店給自己很大壓力，然後你要登陸一件很沒有辦法登陸的一個星球，然後這是又是一個課題，你要去完成它，要去克服它。對，這就是科幻的一個宇宙觀啦，對不對？我自己後來覺得說，其實我做店面做了蠻多個店面這樣子，對，一直到現在就發現說，每做一個店面就是一個世界觀、一個宇宙觀的感覺。對，那所以這樣子的話，就真的可以讓大家來到這裡的時候有不一樣的啟發、不一樣的想象，這樣子。對，其實我有啲 Google 看呀店嘅相片，我有看照片，其實真嘅係對外國人當過來看，就是有一種很奇幻，然後很就是踏入到宇宙的感覺，有一些圖騰啊，或者是一些設計，讓人家很有想象的空間。但是除了這個以外，另外一件事情，我覺得很值得請東進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對於咖啡這件事情，我們熟悉的咖啡跟你認知的咖啡好像有一點點不一樣。我們認知的咖啡可能是比較偏向歐洲的咖啡，但是你了解到的咖啡可能是到再往前一點，到史前的咖啡。這麼久以前的咖啡，到底什麼叫做史前的咖啡呢 ？OK。對，那其實我研究所時期是學世界音樂的，對，世界音樂，對，世界民族音樂文化這樣子，所以就跟很多在台灣的這種傳統
世界各国的这个音乐家、艺术家有过很多的互动跟合作这样子，对，然后就理解到说，其实每个国家它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文化跟历史，这些都是非常令人着迷而且很新奇的事情。那就尤其当了解到说，我想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文化底蕴的咖啡的时候，发现土耳其咖啡它是欧洲咖啡的始祖。对，咖啡从6世纪开始从伊索比亚出现，然后接下来进到阿拉伯世界，很长一段时间几千年来都是阿拉伯世界的饮品。然后随着穆斯林文化，然后到了鄂图曼帝国时期，它横跨欧亚非，所以咖啡在这个时候呢才进入到欧亚非。对，除了说走私的以外，那比较主流的一个扩展出现，然后就变成一个社会性的饮品，尤其像是宫廷性的一个饮品这样子。但是在鄂图曼帝国时期，所以那个时候所有受到鄂图曼文化洗礼的区域，他们都接触到这款咖啡的时候，都会称呼它为土耳其咖啡。所以当1683年这个土耳其维也纳围城之战，土耳其战败之后，然后很多咖啡留在维也纳，然后这个时候咖啡才正式的这个文化还有原物料才正式的进入到欧洲。对哦，所以在1683年之前，大部分的咖啡文化都是在这个阿拉伯世界，在穆斯林地区这样子。竟然，因为我觉得我们以前接触到的咖啡的历史，都是在更早以前，什么阿兹特克人怎么喝到咖啡，然后什么什么东西，应该会看到一只羊，然后羊就是一个牧羊人，他吃到不是吃到羊，他看到羊吃那个果实，对，他看到羊吃果实，然后就很有精神，对，然后他自己去吃果实，然后他也很有精神，对，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史料就会进入到欧洲意式咖啡。但是在这段时间，就是一个空白，一大段空白。对，这一大段空白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欧洲发展的这个咖啡之前，欧洲之前，鄂图曼之前阿拉伯这样子。对，那这些文化是我想要呈现的东西。尤其像大家所知道说，像是什么花神咖啡馆啊，然后欧洲的什么文艺复兴啊、人文精神人文荟萃的启蒙啊，都是在咖啡馆里面发生的话，那不是只有在欧洲，它其实在中东世纪时期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对，哇，我觉得我今天好像先上了宇宙星象课，然后再上了历史课、地科课。对，我觉得如果今天做的塔罗希呀、中进雅给点美杜红，听说都会了解到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光现在这样我就已经觉得我了解到了很多，但是对于土耳其咖啡跟一般咖啡的差别，我目前还没有太多的想象，就到底他们煮法有什么样的不同。我第一个印象想到土耳其咖啡，就是它好像是有在沙子上面煮的。对。但是我平常根本就没有看过人家这样煮咖啡，没错，对不对？这就是跟我们一般可能用什么滤挂式啊，或者是什么摩卡壶啊，大部分人可能都是用这种方式来煮咖啡，没错。但是跟土耳其就是不一样的煮法，没错，完全不同。是的，是的。这也是你一开始想要投入这个。想要开这一间咖啡厅，想要开这样子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初衷的想法嘛？对，就是一开始就觉得说，哇，这样子用砂炉来煮咖啡，这个太酷炫了。对，那我很想要把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以这个东西为主轴来创立我的咖啡馆，这样子，就是让大家看到哇，这个方式煮真的太神奇、太酷炫、很神秘。你那个铜壶插到沙子里面，然后咖啡会冒起来；你倒到杯子里面，然后铜壶再插到沙子里面，咖啡还是会冒起来，咖啡就是会一直冒起来，对，很像是聚宝盆一样这样子。我这样子听起来，我还是觉得很好奇，所以它是需要一个铜壶，是，然后还要有砂炉，对，那它是需要过滤的吗？不用，它是不用过滤的。对。它的咖啡是跟像我们以前喝的什么滤挂式，它是不用经过过滤这个手续的。对，所以它咖啡渣会沉淀在底下吗？会沉淀，对。那其实这样子的煮法就是跟我们现在大家平常所熟知的煮法是不一样的。对。那首先我们可能要先再了解一下萃煮历史这样子。对，咖啡它最早其实就是一种草药啊、药材啊，或者是香料啊，是一样那种类型的东西。它并不是单独被提出来说一个单独喝咖啡这样子的一种饮品。它最早可能是在这个医疗巫术上面使用啊，然后接下来才变成是社会性的
的饮品。对，那所以早期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不管是非洲的土著啊，或者是阿拉伯，他们可能会习惯说把它加什么卡特叶啊，加咖啡叶啊，然后加什么东西一起去进行使用这样子，一起去冲泡这样子，对。对。然后所以这样子煮出来的一个咖啡呢，它的一个要的就是比较浓稠、比较浓郁。对，一开始想要浓郁一点，所以可能开始就会把它烘烤，然后研磨到很细致。对，然后把它从沙炉里面把它拉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对，有没有那个正在冲煮？对，它会慢慢的冒起来之后，就把它倒到杯子里面，然后不过滤，然后很细致的粉，然后沉淀。你就不会喝到咖啡渣，所以前提是咖啡要能够磨得非常细致。哦，对，像我们如果美式的冲煮的方法，那个咖啡豆就是很像大粗砂糖的那种颗粒，那这个绝对不行，这个要细到跟面粉一样细致，粉末的感觉。对，然后喝的时候要给它沉淀，然后不能摇晃它。啊，这么得这样子，不能这样摇一摇再喝。大家觉得很烫，就会这样的晃来晃去的，咖啡渣就会飘起来，这样子还中得。啊，对。然后所以如果觉得太苦，煮的时候就加糖。然后各个地区会加不同的香料类型，对，所以我们这次会带来非常多款，让大家来品尝看看，说不同地区不同感受的这个土耳其咖啡的一个形式，这样子。好期待哦！对。古时候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想要了解到土耳其咖啡係乜嘅米西莫诺啊，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同大家分享哦。大家有種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土耳其嘅咖啡，土耳其的咖啡。其實剛才有講到，對煮嘅方式都有動態嘅無共用，嘅食聽錯沒無共用了。故說今日嘅福起卡拉 OK， 我們就要請頭家鍾靜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土耳其咖啡、土耳其咖啡的色類時節，在喝的時候也是跟一般咖啡喝的時候有不一樣的步驟，對不對？沒錯。對，那我現在眼前就有一杯這個土耳其咖啡，而且它的口味很特別，對，叫樹脂口味。對，沒錯。是琥珀嗎？就是樹的汁液。樹的汁液。對，那這款樹呢，它是就是源自於希臘這樣子。對，它剛好也是做口香糖的原料。口香糖叫做mastic， 它是 mastic， 就是那個樹的汁液。所以它在那個地方的話，大家就是因為它有一種清香，所以真的希臘當地人會把這個東西早期當做一個口腔清新用的一個原料。我現在聞我就覺得有一種草本的香氣，好像還有一點涼涼的感覺。對，你會覺得有一個很深沉的一個清香感，這樣子。對，這也是我最喜歡的一款類型。啊，真的嗎？對。樹脂的土耳其咖啡。沒錯。那我現在手上有一杯，剛剛說不能搖嘛，對，除了不能搖之外，我應該怎麼樣來喝它呢？其實我們在燉煮的時候已經就是磨得非常細，所以給它沉澱一下，不燙了，你就可以直接喝了。哦，就這樣直接喝。你喝的時候會覺得很乾淨，你不會喝到咖啡渣。完全沒有完全沒有，對不對？而且好香哦。沒錯。而且我以為它因為一般那咖啡會把咖啡粉或是咖啡豆放在壺裡面煮的這種，會比較苦，味道比較重。對。但是我這樣唔會做給東府它是蠻順口的耶。對。哦。其實傳統的土耳其咖啡中東咖啡都一樣，他們的烘焙程度其實是非常淺的。哦。對，其實是非常淺。然後因為沒有進行所謂的現在當代咖啡的那個後製過程，所以它其實不會酸。對，它沒有酸的味道。對，然後因為又沒有過濾，所以上面會有這個一層這個氣泡感。對。好神奇哦！這真的是有，因為我平常有在喝咖啡。這有一點顛覆了我對咖啡的認識，它對我來講有一些的像一類新的飲料，但是它喝起來，因為剛剛有那個樹脂的香氣，所以我覺得好香，然後但是有一點點咖啡的氣味，但是又不會到有像是咖啡的酸味會苦或苦味，沒有那種感覺。沒錯。哇，好棒哦！而且我剛剛喝到現在真的都沒有喝到渣渣的感覺。沒錯。那我要喝到什麼程度呢？它渣渣會在下面嗎？其實
实磨得够细的话，你一整杯你大概会喝到最后1/3才会喝到。哦，有我看到了。对，或者最后1/4你才会喝到。对。但这个咖啡渣其实后面还是有用途的，对不对？对，传统上他们就是会拿来玩咖啡占卜。我等一下可以玩咖啡占卜吗？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玩玩。那所以我现在首先要把它喝到一个程度，对不对？你要喝到液体完全喝光这样子。对。我现在有一点点喝到粉了，我还要继续喝。对。它其实喝到粉也不至于到很干扰那个口感，也不会，就是一点点，因为它够细，感觉真的很细，真的像面粉一样。对啊，快要跟擂茶差不多细。对。擂茶。对。没错，我刚刚就在想说，这个绵密的口感是什么？就是我天天在喝的擂茶，我很爱喝擂茶。对，因为它其实也是有点像坚果的感觉嘛，对不对？对。我现在喝到这样可以了吗？可以。还是要再来一点？可以再来一点。不然我怕你等一下进行过程中有一个过程要倒过来，我怕它会流出来这样子。对 ，OK， 差不多。Okay. 真的很像擂茶，我现在咬还有那个坚果的口感在里面。没错，颗粒的感觉。我很少喝咖啡喝这么快耶，我真的觉得蛮好喝的。好，然后呢？来，我们那个底盘盖上去，按钮，2只手端着，然后轻轻的摇晃，然后我要想什么吗？都可以。其实你的日常烦恼在你的这个萦绕在你脑海中的所有事情，你的人的状态都会影响你的能量，然后能量这个时候会传递过去到咖啡渣上面，然后你现在快速的3、2、1翻过来，好，放桌面上，然后这个时候对，然后刚才咖啡渣流过去了，它等会咖啡渣倒过来，它会流动，流动的时候它其实就会产生一些图形。那所谓的咖啡占卜就是解读这些图形。对，所以大家就可以很多就会找3、5好友一起来我们店里面，然后就是彼此帮互相解读，你这个图形感觉像什么这样子。但是应该说我们前提是摆在它有一点点像是趣味以及了解这个文化的感觉嘛，对不对？还有一个仪式，就是你把耳环拿下来，耳环、项链或戒指都可以哦。耳环拿下来，然后放在那个咖啡的杯子顶上。对，金属的比较好。金属的，对，贴身的，它越贴身，它就有越多你身上能量传递会过去。那我这个是暂时的，有时候要放我平常戴的。可以啊。这个是因为那个录影的时候，你知道服装师准备的饰品，那我要放我平常戴的。对，而且越贵重越好。可是它没有很贵重，糟糕。真的，那你要拿贵重一点的。身上没有那么贵重的。因为就是传统上你放在上面的东西，就是要给占卜师的那个酬劳这样子，所以越贵重越好这样子。原来是这样。对。跟牙汉白黑牙点碰的时间，应该在准批还好还贵耶。不敢。上次就有客人说糟糕，那我拿的是婚戒。糟糕，太珍贵。对。好，那这个占卜是要等10分钟，所以我们可能下一段节目回来再来跟大家分享它占卜的结果，对不对？没有问题。好，所以喝这个土耳其咖啡，刚刚讲要铺这个就会泡后的时间，我会本给冰一下，让它底下的粉末沉淀之后，我们再这样子喝，然后把它喝到剩下底下的粉末沉淀的时候，可以再来玩一下这个咖啡渣占卜。对，就是这个流程跟步骤。对。那其实点烘给咖冰的咖啡类是树脂口味的咖啡，然后这些都是从土耳其老爷进口来的。没错。那除了土耳其这个树脂咖啡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口味？有，除了说包括像有一个豆蔻风味，它是整个阿拉伯地区很喜欢的风味，这是一种香料嘛？对，豆蔻。那尤其像疫情期间啊，像就是待在台湾的以色列人啊、黎巴嫩人啊，他们都会跑来我们店里面买，因为那是这种味型的这个豆蔻这个风味是这些地区很常见、最喜欢的。对，跟牙头前呀比这一杯看起来好像有奶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奥斯曼咖啡。我要喝喝看。没问题。奥斯曼咖啡。奥斯曼咖啡顾名思义就是奥斯曼帝国时期发展出来的咖啡形式。对，那它除了说咖啡本身以外呢，它还有再加一些香料啊、一些乳脂啊、一些奶类的东西啊，然后就如同是最早期的3合1咖啡。好好喝。没错。好好喝，而且还有一个酸酸的味道，酸酸的香气。对。应该也是香料。
对，一方面是，二方面咖啡豆本身是极浅烘焙的，所以它的酸质是很细致的。哦，好好喝哦！这个是老少咸宜的风味。这真的很棒，这有一点点像，喝起来有一点点像香料奶茶。哎，没错没错，香料奶茶。没有太感觉到有个咖啡的负咪咸咪，没有。但是点都那个奶味很香，然后有一点点香料的味道。没错没错，好好喝哦。对，我都说这是最古早的3合1咖啡这样子。哦，对对，像香料奶茶一般的口感这样子。是。那其实店里面不只有这2种，还有这3款，对不对？我们其实有6款。哦，6款的咖啡。传统的我们有6款。这些都是传统土耳其咖啡。没错没错。哦，包括像不能喝咖啡的，它可以喝有一款叫做 Menengic， 它就是开心果做的坚果冲泡饮。这个绿色的。对对对。黑色那一款就是刚才说的阿拉伯世界最喜欢的豆蔻风味。对，那咖啡色这一款呢，就是传统，就是最耳熟能详，大家就是 Turk 咖啡系，就是最常见的土耳其咖啡的类型这样子。哇，对对对。所以去店内都烘就做的有咖啡，做的体验到某共用给土耳其咖啡的风味。对。那除了喝的以外，吃的也很重要啊。然后我们现场就有看到这些土耳其的小甜点，包含什么软糖啊、果仁酥，都是。店铺给头家老板，对，然后还有这个甜点师来制作的，我们一起开发、一起制作的。而且有一些还加入了跟客家的融合。我听到有一个是极酱的软糖，是不是？没错，没错，没错。极酱软糖，嘿，哪一种？极酱软糖，对，那一个是橘酱的，对。好，我要来试试看啊。哎，它拿起来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软糖的口感，但是外面它是有一个糖粉，一层糖粉在上面。对是糖粉吗？我们用糖粉，没错。我们用客家橘酱做的。非常好吃，好吃哎！对，它没有，因为大家想说，哎，这种温给用做在哪里做软糖，但这做软糖有一点点像橘子软糖的口感，而且它不会太弹牙。你知道有时候小朋友的软糖太弹牙了，对，它有一点点像凉糕的口感。没错没错。就是它有嚼劲，但是咬一口之后，它又会入口即化。而且它在嘴巴慢慢的，有温度，它会慢慢的融化。对。然后软糖也有非常多种口味，对不对？没错没错，包括说有那个最旁边有一个是这个玫瑰的，另外一头，你要试试看，对，玫瑰的，试试看这个，对，这么推荐。我们用的玫瑰水，上面这个是就是粉末吗？玫瑰花瓣把它磨成粉。它的口感跟刚刚橘酱的吃起来又不一样了。对，一咬下去，就会跟玫瑰发跟小米就直接冲上来。对，好香哦！天哪！而且我们用的原料都是有机的，而且都是非常天然的。我觉得我现在像公主，整个人散发出玫瑰的味道。的确，软糖它最早期就是苏丹后宫的皇后最爱的。难怪。对，那我现在贵族的感觉，只好当一个公主来结尾。好啦，最近分享这篇难得的体验，同大家来分享，很想要了解下较多土耳其咖啡，休息一下，下一段再转来。好，分享太感就真的 focus 来嘞，我是疫情公主，因为我刚刚吃了土耳其软糖，听说台湾软糖都是公主在吃的嘛，对不对？对，后宫的皇后。皇后或者是公主在吃的。我刚刚吃了这个荆棘，就是吉中 Q 咪，哈嘎吉中 Q 咪，然后玫瑰口味。听说老板有一个超级推荐，因为是他最新开发的口味。没错，它叫做开心果软糖卷。开心果软糖卷，而且它特别大颗。没错。它看起来是软糖里面有包开心果粉。开心果粉，对，那你就直接一口吃下去，会非常的过瘾，好爽哦，很爽，对不对？而且我们用的是2砂糖，所以它的那个甜度跟香气都是很过瘾的，就是很满足，而且很均衡的。而且它里面有一点点的酸味，酸的味，也有一点点像吉酱的味道。有一点点酸的来源。这一款那个开心果软糖卷的糖体，我是用那个橘酱软糖去做的。原来对，这样吃起来感觉吉酱童牙坚果的味道
搭配的超好的，没错，而且口感也很特别，就是软软的，然后再加上有一点点颗粒的坚果在里面。那我们用2沙，因为我们想象中那个，你想象你在吃那个剉冰，古早味剉冰最舒服、最期待的就是那个2沙糖浆。对。所以我就改变了，我就用2沙，不然他们传统上都是用白砂糖。所以会比较死甜，所以你把它调整过了，就是比较有层次的甜味都抵度，它的蔗糖的香气才会存在。原来是这样，好吃好吃。那除了软糖之外，还有南瓜甜点。然后这个是果仁酥，对不对？果仁酥是这个方形的这个，方形的这个，对，方形的这个是开心果做的果仁酥。哇，这个感觉也很罪恶哎。不会，你就是要一口吃掉就非常过瘾。对。它有一点点像丹麦卷、丹麦面包的那个感觉。千层酥，面皮去做的千层酥，对。然后里面包开心果碎粒，它完全就是个能量食物。完蛋了，我今天要游很久。你可以游5公里这样子。游不到。但是它很健康，对，这样子的东西。坚果是好的东西。对，面团就是跟那个坚果，然后以及那个就是开心果啊、糖浆啊，这些都是用很健康的东西。不好意思，我很想要配一口咖啡。没问题，就是这样才有下午茶的感觉。对。所以如果去店里面就可以做这样子的搭配。没错。一口果仁酥，一口兔尼提咖啡。没错。好棒哦，好特别的下午哦。对啊，而且是很异国感的。我们不是说一个装潢氛围很异国，然后你吃的东西都是常见的，不是。我们是装潢氛围也给你很喜欢，从头到尾。对你口中吃到的东西，你也觉得是很异国的。没错。来，我们再试试看金丝果仁酥。金丝果仁酥，它外面这个感觉是一个功夫菜的感觉，它就是面团拉成细丝，然后去烘烤的哦。哇，对，它不是用煎的，也不是用炸的。对，这个要一口吃可能有点挑战，所以不用吃完一整个没关系。它有那个酥脆的口感，很棒哈。跟刚刚那个又不一样，刚刚那个是比较有糖的粘起来的感觉，对，这个真的就是酥酥的口感。没错。然后里面坚果的香气同跟它给妹完全没空用，它的有一点像杏仁。对，我们这里面有用杏仁的坚果，我们用综合坚果去把它打碎，然后把它包在里面。好好吃哦！天哪，就大家现在喜欢吃一些坚果的，可能都觉得坚果是健康的食物，可能都喜欢吃没有调味的，但是它竟然也可以变成这么好吃的甜点的感觉。对，中东地区真的就把这个坚果啊、面团类型的东西，去把它做成这个各种五花八门的这个甜点类型，非常厉害。对，所以其实黑公真给对这种异国的风情很向往的话，真给同泰卡的分享，去头家给片抽一下了。没错，对不对？去做，而且很健康。这种甜点真的很健康，它不像一些欧式甜点，加很多什么威化啊、什么奶油啊东西的。对，这种完全没有。你吃到的都是原型食物的做成的甜点，对，非常健康。所以可以去喝下午茶、吃甜点。除此之外，你还做的是豆菜，还有料理，对不对？没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有别于在台湾的这个土耳其的或者中东的这个的一些店，他们都是做餐厅，都是做烤肉。对，但是我其实去考察之后，我觉得说，最常见的东西就是炖菜啊，然后发现说各个文化体最常见的东西就是炖菜。对不对？就是季节性的东西，你把它拿来就是加地区香料，然后把它炖煮，对，然后再搭配就是地区的米食啊，或者是面食啊之类的，就是做成一道很地区性的当地物流的这个炖菜。举个例子，客家就会空用，对不对？菠菜。泡菜，对不对？就像这些拿来咸菜梗可以补给空用嘛，梅干扣肉嘛，对不对？就是这种炖菜的东西。对。然后我们放到欧洲，可能就变成红酒炖牛肉，没错，炖羊膝。对。那现在在中东，在土耳其，也是有他们的炖菜。对。只是它不像是这个一个大菜会有单独的名称出来，或者什么印度的这个咖喱单独一个名称出来，它反正就是很家常性的一个炖菜，然后再加上地区性的香料。对，在老板的店里没色得到，然后还有一款是我们用一样是跟刚才这个果仁酥一样的面皮去做的千层卷，
对，里面也是做这个牛肉的、鸡肉的，然后也有用加 cheese 的，就是不吃肉的，就是 cheese 的这样子。对，都是在我们店里面可以吃得到，感觉超丰富的。对啊。那其实也很好奇，老板台北开店开了7年，对，其实蛮不容易的，要在台北经营一间店开7年。这7年有遇到蛮该挺辛苦的事情有没有什么甘苦谈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其实我不是想要开一个大的一个空间，大的餐厅，我就是想做一个咖啡馆。因为咖啡馆它就是一个空间，一个地区性的空间，然后社区的邻里大家会喜欢来这边，有一些互动，有一些交流，可以来这边休息，可以来这边聚会，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店里面就是要有咖啡，要有茶，要有一个酒啊、餐啊、甜点都要有。所以变成说早期一个人要做这么多东西的时候，真的是蛮辛苦的这样子。一定的啊。对，这么多样，没错，尤其就是生意真的不是那么好做。大家都知道说，这种小咖啡馆开业，大概第1年会倒掉50%，大家都这样讲，好残酷哦。对，那所以包括第2层能够撑过5年的，大概不到10%，或是有更夸张的讲法，不到1%之类的。当然，我们同时期开店的就会看到很多大家就是有些真的也已经放弃了啊，然后但是能够看到一直坚持下去的。真的都是非常不容易，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在这样。然后当然我们中间也碰到了疫情，然后没有观光客，然后又碰到了就是大家以为说经济恢复了之后，可是人潮都出去了，没有人潮进来。对，所以能够熬过这些过程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真的非常的辛苦。对，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有蛮多的成绩被看到的，比如说老板也即将受邀到日本去参加一个叫做烟茶大赛，我没有听过这个比赛，烟茶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一种日本泡茶的方式。它就是把那个碎叶茶，把茶叶切碎嘛，然后在那个陶壶里面去做浸泡。泡茶，所以叫烟茶嘛。但是你受邀的原因是你要用土耳其咖啡的煮法。对。去煮泡烟茶。对。这是我们那个一个咖啡圈的前辈刘正大哥，他就是跟日本的这个烟茶的一些交流协会，他们都有很好的一些关系这样子，然后就希望说，我们可以，其实大家用咖啡，他很早就开始在推广说，我们除了咖啡的器材，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所以很早就开始用咖啡冲茶，咖啡器材冲茶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很多手摇椅店，对，用咖啡器材去冲茶，所以这次的烟茶交流赛。就是他在台湾这边呢，就是我们就是找了8个不同类型的煮咖啡的方式，来煮这个烟茶。对，然后所以找了各种类型的咖啡滤杯，然后也有用这个虹吸壶，然后也有用这个传统的茶艺的这个方式，然后想说要再找一个很特别的，就来找我，就说我用土耳其壶来煮看。结果没想到这样子的方式煮出来的茶特别符合烟茶所需要的这个风味。哇，对，我觉得條講你啲做一件事情，就係你留一種文化上來同大家分享，把一种文化跟大家分享，而且你还想办法在里面塞入自己的客家文化。没错，对不对？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这个同大家分享的心情真的很重要。古时候希望大家有闲的时间，每周会去头家点都行行聊聊。最后一点点时间，我要请老板来看我的咖啡渣占卜。来，我们先把那个耳环拿起来。好，耳环。对。来，你自己感受一下杯子的一个吸力，吸力，刚刚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对，吸力的强劲与否，一般会反映出来就是你目前身上萦绕的事情对你的那个影响程度的高低，所以有点小众。有一点，对，有啵一声，拿起来啵一声，对，但也就是这也是好事，就代表说那个疫情这边是很认真的在对待他所有身边周遭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看盘子上面，然后也会看杯子里面。那盘子上面呢，一般来说，坦白说，土耳其咖啡占卜，我们都是讲好的事情这样子，对。那咖啡盘子上面，其实有一个最广泛的一个看法，就是
覆盖面积的大小，覆盖的越完整，代表你心想事成，就是心想事成的几率是越高的。那通常超过一半就是好的了。哦，好。对，勉强算好的。其实算是不错的这样子。超过一半大概就是说，达成几率大概都有8%、90%。对，那剩下空的地区呢，那就是代表说，还有很多需要再努力的地方。对，毕竟我们想要达成的梦想跟目标不会一触可及嘛。对，要自己努力。是。然后接下来啊，杯子的也可以看。对，杯子里面的话，其实解读方式很多种。对，那我们可能会看它的一个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氛围。对，然后也会是看一些文字。对。那有一些好困难哦。对，有镜头在哪边？我要发挥我的艺术跟想象。没错，有一点图腾的感觉。没错，就是。南美洲图腾的感觉像在看壁画的感觉。对，然后其实这些有一点好点有趣，很多这个中东的这个情侣来到我们店里面，对，然后他们就是可能是教台湾的带台湾的朋友来，对，然后他们就说要帮他们解读，然后就会说里面有出现很多字很多意涵，但是是中文字我们看不懂这样子。但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有趣的过程。对，太嘎气嘎做的熊，然后也当做是喝咖啡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收尾。对，所以给维尼什么钟静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钟静来分享。谢谢一群，谢谢大家。每希望大家有闲的时间做得去这片行行聊聊哦，休息一下，等下听听欣赏，看下来做运动。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无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數傾站，韓國啊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亞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